左弹一线生贵子，右弹一线产娇男，一边三线弹得稳，小姐太太产其名。两位小姐明日出嫁，却是庶女嫁王爷，比你嫁屠夫。二小姐虽为庶出，却善良单纯，当得起王妃的位置。至于这大小姐嘛，都是报应啊。洛洛，该洗脚了。姐姐，你怎么又干错活了？妹妹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明日你就是纯王妃了，怎能让你来？姐姐，你说我一个庶女进了纯王府，会不会被人刁难啊？姐姐，你可要陪我过门啊！你忘了，爹已经把我许给了王屠夫。爹爹还在气头上，不如我去求求爹爹，说不定他会改变主意。我的脸，我的脸！我以为你已经痛改前非，没想到你还是记恨着我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处处不如我，但是命书就是认定你就是女主。你夺走了我的一切，我娘的命，爹的宠爱，王妃之位，凭什么？在说什么？什么命书啊？你看不到吗？我们俩都只是命书的傀儡罢了。命书说我注定为奴，你命定为后。可是我苏银起偏偏就是不认命。我要的从来都是公平二字。若命运待我不公，那我便自己抢。命书，王妃之位注定是我的。你的疤，伤疤还给你，我的命运还给我。世有命书，掌众生命运，书万世之情。妄图逆天改命者，催身岁首，不得善终。继续。云姬姐姐不愧是京城贵女之首，比花花解语，比熠熠生香，九天仙女也不过如此。那些画本子是你新买的，如意？对，书斋老板说这些都是最时兴的。无趣至极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这好像不是我买的。甚是有趣。姐姐，这书里写的是什么呀？丞相嫡女，歹毒骄横；庶女善良单纯。皇子对庶女一见钟情，嫡女出于嫉妒，便要陷害庶妹。
本是枝头雀，一剑落尘泥。这是引言上给丞相嫡女的判词。呸！什么书啊？胡说八道！陶七，火，去！姐姐，翠子虽然是丫鬟，但人命不分贵贱，你怎么能……你的命确实不比她值钱。当年我母亲救了你娘，但你娘却恩将仇报，趁着我娘怀孕的时候去勾搭我爹。就凭你，也配叫我姐姐？就是，我娘没有名分，排位永远进不了祠堂，这还不够吗？小姐，求求我，求姐姐放过翠子。可以啊，你来替她。放开我！阿启，别闹了。娘，阿启，宴席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准备一下。你这身打扮太过于张扬了，别忘了，唇王喜好素雅，要投其所好。娘，我知道的。诸位，请。老夫前几日进宫，承蒙皇后娘娘厚爱，特赏赐翠山行云镯一只，说是专门送给我们未来的纯王妃。云起啊，不要辜负了皇后娘娘的厚恩，明日即刻进宫，当面叩谢娘娘。是，爹爹。这就是定亲之物啊！什么人？相府今日真是热闹。他是谁？为何和命书所写一样？本是枝头雀，一剑落尘泥。你擅闯相府，目无礼法。
来人，把人给我抓过来！如此丢人之事，来呀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是，老爷，我没有拖下去，我没有。慢！此事尚有疑点，将他二人带走，仔细审问。是。我不是人！都别过来！我娘出身书香门第。是名节如泰山，今天这件事情不调查清楚，谁也别想带走他。苏大小姐，你是想让你娘死，还是让你爹死？陆大人，请放开小女。老爷，妾身从未有过任何不轨之举，我愿以死以证清白。娘，娘，杜若梅蒙冤撞柱而死。苏洛洛擒机斩过龙丸，这是我为什么能看到这些字？笔墨若干，结局既定。这是墨。不好了，夫人没气儿了！娘，娘！杜若梅撞柱而死。
现在我掌过陆淮，结局是不是就可以改变了？醒了，夫人醒了！夫人，娘没事。来人，把杜将军和杜夫人带回去。大人，我大娘只是一时糊涂而已，她已经知错了，求你闭嘴！我娘她本来就是清白的，不需要你在这里帮她求饶。今天谁也不许带走我娘！再敢阻拦，格杀勿论。陆大人，我希望你尽快查清此事，我等着你给相府一个交代。不行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！夫人，娘，夫人！杜若梅蒙冤撞柱未死，苏云起情急掌掴陆淮。这到底是什么？难道这上面所写，皆是将会发生之事？大人，大人，别拦着我！大人，让我过去！凭什么拦我们家小姐啊？这位大婶，谁是大婶啊？姑娘年方28，还是朵娇嫩的花呢。苏洛洛送陆淮梅花笔，求陆淮照顾杜若梅。大人，狱中苦寒，还望大人关照我大娘。洛洛无以为报，唯有亲手做的梅花饼赠与大人。那么阴狠的人，怎么可能收他的东西？为什么？小姐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一定还有其他。小姐，这里有一行字，你看得到吗？小姐，你别吓唬我呀！没事了，去忙吧。哦，好。命书不是被我燃尽成灰了吗？本是枝头雀，一剑落尘泥。美人蛇蝎心，横死得报应。壮士怒归。小姐，我知道你这2天心情不好，我特意带了你最爱吃的糖蒸酥酪。拿去吃，我有点累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哦，好。笔墨若干，结局几天？今天我听见你说话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云姐姐姐不愧是京城贵女之首，
就连仙女也不过如此。是谁在装神弄鬼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何阴魂不散？本是枝头雀，一剑落尘泥。美人蛇蝎心，碰死得报应。这是给我的判词。我记得你上面写，苏洛洛心地善良，纯王一见钟情，她将成为纯王妃。怎么？你这记载的是未来之事？是这本画本的过往、当下、未来。画本？不错，你所处的世界是围绕着一个主角苏洛洛展开的画本。苏洛洛是主角，那我是什么？阴无阳不生，阳无阴不长。他居人善，以长恶毒。我恶毒？我如何恶毒？姐姐，翠子虽然是丫鬟，但人命不分贵贱，你怎么能……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守规矩就该罚，我能留他一命，已算是仁慈。你算是什么东西？我用得着跟你辩驳？你天生恶者，必自食苦果。苏洛洛命定为后，你注定为奴，这便是你的命运。一本破书还想决定我的命运？我的命，只有我自己说了算。第17章：杜若梅葬身火海，死于非命。阿仙，阿仙，救我！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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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！糟了，守卫大哥，我想看一下我娘亲，行个方便。快点啊！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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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？是你吗？娘，娘，谁放你进来的？大人，我是来探视我娘的。出去。
他不敢看我。你做什么？陆大人，只要你能放了我俩，你想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一个女子，宁姐不要了。宁姐算什么？只要陆大人愿意，我怎么样都无所谓。来人！人要来了。大人。出去。是。大人，这赵玉马上就要失火了，我求求您，我娘会被烧死的，您赶紧救人吧。大人，我求求你。放心吧，这赵玉不会缺了你娘的吃食。什么？没用的，他听不到。杜国忠和苏夫人已被关多日，这陆怀到底想干什么？陆怀倒是没有权利对杜国忠用刑。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家梅娘，她亲眼见过我跟各官员的往来。一个内宅妇人，我是怕她过不了陆怀的手段，扛不了几日啊。得想想办法，尽快把人救出来。